行医在这呢。衣服好着呢，一点都没烧坏。那就好，没烧着心意，继儿就冻不着了。继儿不要行医，继儿要婆婆。没心意能为继儿遮风挡雪。婆婆老了，没有了。姑姑为月儿母子遮风挡雨几10年，月儿不能没有姑姑。姑姑一生的亲人就你们姐弟几人，姑姑又何曾舍得撇你们而去啊？姑姑好好养病，姑姑要留下，不能走。月儿有了你，才有主心骨。月儿大了，能自己做主。我不要，不要，我宁愿自己死。不许你这么说，你该知道，有柔儿小人他们能活下来要多后宫你死我活，心里不知分。妻啊，婆婆累了。婆婆谢谢我。记好孝顺，可惜婆婆再也穿不上继儿媳妇做的新衣裳。婆婆，婆婆，婆婆，婆婆。家伙就只要一些柴米和炭火，他却推三阻四，勒索无度。一点吃食，一点炭火，能值几何？最可气的是，他居然坐地起价。这平时晴天出太阳的时候还好，可这冰天雪地的，他囤积居奇，明明知道我们没有钱了，还把吃食和炭火都开出了天价。慧儿，这边礼金已经抄好了，趁天还未黑，你一会儿出去换点钱，买炭火吧。公子的手都已经有冻疮了，可咱们再也没有更值钱的东西了。就连魁姑给公子做的那件貂皮衣裳都已经送去当铺。可恨奴婢无能，竟让公子受苦，让夫人如此辛劳。
我虽一生惊骇流离，险象环生，但却是第一次尝到没有钱的滋味。过去总以为，只要离开宫中，那便是天高云阔，自在逍遥。却不想，宫中的明争暗斗，那是不缺衣食的；宫外的自在逍遥，却是要以饥寒交迫为代价。怪不得那些人挤破头丢了脑袋，也要跻身王侯之堂。母亲，姐儿好饿。姬儿，母亲给你倒口水喝，好吗？母亲，姐儿越喝水，肚子就越饿，肚子饿得咕咕了，都已经。姬儿，还记得母亲跟你讲过晋文公重耳的故事吗？记得，重耳在外流亡19年，颠沛流离，衣食不周，最后却成了一代霸主。姬儿不比重耳差，不管怎样逆境，都要坚强。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，有胡衍、赵崔等谋臣相随，齐桓公、秦穆公等诸侯争相以女嫁之。惠儿姑姑和香儿姑姑就是胡衍和赵崔吗？是。惠姑姑、香姑姑就是胡衍、赵崔。继儿知道了，继儿会勉励自己，继儿出去跑一跑，身上就没有那么冷了，肚子就没有那么饿了。夫人，你们知道为何我日日跟姬儿讲重耳吗？其实不是对他说，而是对我自己说。可重耳流亡，还有10几个忠心耿耿的谋臣相随，还有齐桓公、秦穆公争相嫁女，为他增添助力。可我有什么？我只有你们2个，连一个小小的议程都敢对我们任意欺辱。夫人，这只是一时的，等大公主派人来了就好了。我已经不指望大公主了，我断定她应当知晓，我们已经到了燕国。既然秦国派人递交国书，公子之年幼，由他临朝听政，他怎能不知情？知晓后，又怎能不问质子到底是谁？有谁与他同往？可如果大公主知道了我们的困境，又怎会不见我们呢？我对大公主曾经有所愧疚，她不愿意见我，我不怪她。夫人，那我这就出去换炭火。快，给米夫人上姜汤。夫人请用。难怪啊，夫人何意啊？难怪世人都说，燕国真正的黄金台是在国相府。世人谬言谬语，夫人不必当真。国相府气势直逼燕王宫，郭国相未免过于自谦了。郭伟无德无能，才疏学浅，忝居燕国相位，全因为燕王爱慕贤能之士，就如同爱马之人爱慕千里马。燕王拜我为师为相，就如同爱马之人花重金买下了一匹死马。爱马之人买死马，以图天下骏马闻讯而来。燕王赐我荣华富贵，为求天下贤士争先归附。但燕国之事，全凭国相做主。夫人言重。燕王尚年幼，燕国的事，郭相至少能做7分主。
那义后总也做得了3分主吧？岂敢！我王虽幼，但聪慧异常，英明果断。燕国之事，大王做得5分主，义后做得3分主，文武百官诸位大臣做得1、2分主。哎，剩下的哪还有我郭伟智慧左右的余地呀？老夫最多只能做得半分主而已。义后出身秦国，我等质子来自义后的母国。时近3月，驿馆驿丞换了2任，2任驿丞全然不顾待客之礼，对我们百般为难。据我所知，燕国驿馆是由郭国相亲自管辖过问。义后和燕王若是知道母国质子受人刁难，不会不闻不问。眼下境况，不知是义后心中没有母国，还是郭国相纵容手下，为难秦国质子。竟然会有此事！哎呀，不过夫人这番话可是错怪老夫了。这驿馆名义上归老夫掌管，但具体事务是由国卫府管辖，驿丞也由国卫府任命。既然夫人说那些驿丞不尽职守，老夫可以派人去查查。至于义后与母国质子是疏是亲，那全凭他自己的心意呀。郭国相没有从中作梗，郭伟岂敢僭越？李夫人太抬举老夫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国相了。芈月告辞。啊，老夫就不远送了。